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感谢主今半日有機會來思想熱吞聖經從路加福音21章第1到第4節。今年2026年即個過hết了嘅4年了。現在當即個過hết了2025按照天時即個經過嘅，即個經過嘅可能有苦嘅，也係唔受上帝祝福即個。所以即個當即個行了2026嘅，即個有一隻信心，相信主耶穌基督為甲即個同在。初了路加福音21章第1到第4節，又係講到一隻安窮嘅寡婦嘅時候，耶穌基督看到安多人去奉獻，耶穌基督也又看到一隻嘅窮嘅寡婦，佢表入去奉獻2隻銀子，初了俾先天嚟背，佢就甲佢門徒講，佢講，即係時啊，咧窮嘅寡婦啊，佢所本嘅嗰度比佢哋豐富嘅人有錢人本嘅，做咩呢？佢哋啥本身有錢了，佢哋啥本來奉獻，但係咧求之人啊，無論佢係按求，佢有一心而來奉獻。同志們喺這個看到那個窮嘅寡婦，要提醒這個，唔係等這個有錢嘅喎，這個按道理嘅，這個也來奉獻本上帝。但係這個地得，這個一切有嘅。有多啊少啊，cái一切上帝本世界，凡多少世界也安排，讓本來可以來奉獻本上帝。你喺數據將世界嘅感恩，因為上帝已經是本世界嚟嘅恩典，最大恩典就係咪？最寶貴嘅恩典係咪？就係得救。阿們。